我知道现在你刚来台湾，有个在台湾很久了不会讲中文，那个问题是最大的问题，因为你想在台湾工作，你需要省一点时间来学习，你要你的工作越来越好，你一定要会讲中文，因为你在公司只是让你来上班赚钱，而不是说公司养你，你劳力工作才可以赚到钱寄回去帮忙家人。如果你在公司不会讲中文，有个别人欺负你，有个把责任推给你，你不会讲，那谁来帮你？所以我说好好学中文，只有中文好，你的工作才会好，加油！